伊主角迄捏讲嘛，蚂蚁嘛，因为布袋戏啊个东西，伊本身迄人嘛，伊去做丈夫的，毋过像我捏讲无做丈夫啊，样办处理吼，你伊麻烦嘛，你个时间。天的你讲伊个身体要样来处理，天的你讲伊捏讲个头，伊有咩人因为人家唔去揾师傅去刻吼，用书去刻个天马的，人家画图的没有美术有嗰种的摆姿势的嗰种家人啦吼，你去买个，基本上伊需要去捏讲，不过你做的你一个人的概念嘛吼，你摕想讲甲你捏讲嘛，伊一般人想到，如讲伊个身体硬吼，就给他穿盔甲。你想到嗰种诶，七龙珠嘅漫画吼，嗰种赛亚人吼，伊做个丈夫用个概念去来改安的，效果伊好安尼。改变一个传统的民间的一个传承嘛，哈，其实这都有所谓的好比诗啊，嗰种诶偏言的人，最后面会。编嘢讲，吼，伊啲民间咧传说安尼，嗰所以毋过我相比较多的啲客家嘅元素，嗰时阵我都有想到，其实传统好多年有啲白菜切吼骗人嘅伊啲主角故事，即种客人嘛有啊，吼，因南部有嗰种嘅李文故，专门骗人嘅故事吼，主角，嗰所以一出戏编嘢讲嘅主人公伊本身嘛係。个好便宜，懂好便宜，最后你输到神明的出发，你真是变嘢讲的吼。嗰时候我都用下边个客人吼，一李文古的故事吼，地都有样板骗人的嗰种嘅性格，或有啲歌唱吼，那是地都假呀地步安系。也基本上有故事都讲，伊前面骗人，也系啲演。後面如果變嘢講，佢嘅一個故事，我相比無窮樣嘅做法，係唔係像傳統，因為一出去騙人做過，我想看無窮樣。如果我貼片，伊嘅最後路前面騙人，最後路變嘢講，然後你說的，唔過我因為係冇意思，我都屯伊最後面變嘢講嘅段落，哪位總結，嚇，伊都。做一出一睇變嘢講地都嘅故事吼，同一個嘢講嘅段落吼，啲加強科普常識，地都有講一個嘢講樣嘅神法的啊，那個公義、兵義啊、風火義等等，實際啊係地都啊。嗰時你做嘅時節吼，藝術都有個新年嘅一個反應，係當然最後一投做出嚟騙人吼，新年都可以接到唔知咁冇頭髮，因為變嘢講安尼。布袋戲台灣係藝術到睇唔寫字反映一啲傳統戲劇，唔過客家冇布袋戲，我愛做客家布袋戲，還是講我做本身人嚟看，如果有客家嘅特色嘅時節吼，唔來一三網去尋客家嘅奇異啲神奇嘅故事，啲客家嘅人物地都有那條性格吼，留一下。新年嘅角色吼，伊較可以去接受嘅係冇貼傳統，因為而家新年嘅留嘅傳統嘅嗰種基理吼文化有基理安係。咁所以你講第一你講我遇到困難，你講我愛去想辦法，盡量變一個布袋戲表演當中吼，較多嘅客家嘅元素特色，唔係。喺無客家人可能做布袋戲，以前都出節前，可能以前都想到，哎呀好老嘅布袋戲，蘇揚文啊，係那個嗰度傳統嘅角色，以前嘅想法都出來。咁所以而且看嘅時節，其實也買一啲好處啦。你講客家人看到布袋戲都想過，嗰係好老年嘅。唔過一旦我睇地都講嘅客家嘅特色，尤其係新年可以接受嘅吼，以前嘅反應一強烈。嚇！以前唔可以對一個客家文化有距離，唔好講聽唔識，因為真係新年同學知道，唔講話聽唔識，如果聽不懂，如果睇大下，你講聽不懂啦，如果打岔跟你打岔咧，嗰所以以前看我戲出以前以後我都想過，也係啲同係同理學，當然歌唱係以前酷啦，不過我看到結果係按好嘅時候。新年嘅反應，或者家長嘅反應，係我最大嘅童年啦。如果我願意繼續從事一個
较模拟韩国客家舞台的表演安尼。好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这是一只棒棒糖，哇！棒棒糖掉到地上，掉在地上的棒棒糖，你们会捡起来吃吗？狗狗会吃吗？狗狗会吃地上的棒棒糖吗？猫咪会吃吗？还是就是你们会吃？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吃棒棒糖啊？蚂蚁？好像真的呢。这什么声音啊？马克桑啊？有没有听到？我的棒棒糖，棒棒糖！棒！我的棒棒糖被拿走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！蚂蚁，有人说是网叉蟑螂，哎呦！然后有人说螳螂，有人说蚱蜢。好，在我们戏里面呢，它就是蚂蚁哈。来客家话我们叫做捏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阿发啦。他到底跟这个捏拱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马上就来欣赏我们这一出编捏拱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要掉掉啊！哎呦，我要快跑啊！哎呦，莫传掉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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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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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，哎呦，退，no，嘿，莫同我轉來啦，退。哎呦喂人讲嗲行嗲某，冇嗲着车查某，哎呦喂，伊个文章七家伙，老婆骗人我阿发娶到一个恶婆娘嘞，恶婆啊，有够衰。小朋友啊，爱吃棒棒糖、棒棒糖，好不好啊？啊？我，你知道吗？爱吃不过好生懒做，我只不过好吃懒做，偷懒不帮忙家事呢。我某就俩讲，伊乖爱规日唔做事，整天不工作，干那爱食棒棒糖哦。刚刚被他打好多下我要打家暴专线113一个头两个大，我今晚不敢回去了我来，哎呦呀，阿发达，你个好恁某怕，慢讲啊，本来不用打，谁说我给老婆打？大家都有看到，都是因为你好生懒做，干那爱吃棒棒糖。谁说我好吃懒做？谁说我爱吃棒棒糖？大家都嘛知道。爱吃棒棒糖，爱吃棒棒糖有什么不对啊？小朋友他们也爱吃棒棒糖。有吗？小朋友你们有爱吃棒棒糖吗？你不要问小朋友了，他们也不跟你们讲实话了。我告诉你的，爱吃棒棒糖没什么不对哦，但是你好生懒做，你好吃懒做。好了，你今仔日过来是要来跋筊呢？条家，莫安用啊，阿东哥啊。我们这是亲子布袋戏，卖尬拍那大细汉，不会啦，他们都听不懂。
然后我帮你问他，小朋友，你们听得懂什么叫做拔叫吗？你看没有反应。那小朋友，你们听得懂什么叫做度叫吗？你看有没有反应？他们很纯洁啦，我告诉你啦哦，但是你不要但是了啦吼，我告诉你哦，我是交警头家，我赌博店老板哦，人客来就要交谈啊，我的，讲啊这要博唔博？买啦，我刚刚运气不好呢，我被老婆打呢。袂啦，你无听讲过，谷底翻身，好，真紧按用音。小朋友啊，那个，我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哦。我刚刚被人打呢，被打然后运气不好呢。他说我现在跟他赌博，运气就会好了。我现在运气很好，要赌博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跟他赌啊？你问小朋友，他们一定说不要了，何况爸爸妈妈也认为这个赌不好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呢，来我这里呢，温雅哈，你辛苦哦，你身上有几多钱？加币几多钱？客家话多少钱不是几多钱？一斗钱哦，我以为几多钱？一斗钱不讲，不要乱讲。你身上一斗钱2000球。这个我听得懂。小朋友，2000球，就是2000块，2000块。你说，我今仔日给你优待，我优待你一次1000，100、1000球。而且我们这个第一场我们不能拖棚我们要节奏快一点更加快按照播，从1数到10，数到10的人输。好，1算到10，算到10被你输。按照这样，小朋友可以做公正。小朋友你们看清楚1数到10，数到10的人就输。好，小朋友你们听得懂没有反应。他们在心里面听得懂了。我告诉你来，你有没有钱？1000颗，好，几千颗有，来，阿小，我先数你先算。小朋友，你仔细看，数到10的人输好，来，你们眼睛要睁大一点目睹太陡看清楚看清楚。来，我先来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小朋友他数到10，对的。大家拢有目睭，大家都有目睹。谁数到10？你数到10。小朋友，谁数到10？有没有听到？黄色的，袂使讲白贼啦黄色的，你数到10，那刚刚你输掉1000块了我数到10。所以刚刚你给我的1000块呢，我没收。我的嘞，辛苦几多钱？你要来几多钱辛苦几多钱？我存1000剩1000还要不要赌？我这次给你优待，如果你赢的话我给你2000你给我2000块，给你2000块，所以你赢的话你就有3000小朋友，我要不要再跟他赌啊？我如果赢的话呢，我就有3000，等于我赚1000呢。要赌性坚强。小朋友鼓励我很好。那100还有规矩这次你有什么规矩？
刚刚小朋友在刚他先数，现在换我先数，对不对？先数的人就会赢，对不对？赶快啦！莫抢快啦，用板抢快，莫抢快，哦，我赶快哦，好了，给你先数哦。好啦，来，小朋友帮我眼睛蒙住哦，抬头，眼睛睁大一点，看清楚哦，数到10的人就输。哦，来，你先数。哈哈，我来数好，好了，哎耶，哎呦，3、4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你是要放晒你？切，你肚子痛要跑厕所吗？哎，我为什么要跑厕所？要不然你刚刚说，啊，小朋友，我刚刚有说，有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有？哎，小朋友说没有呢。啊，我知道了啦。好，嘿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你看，被招扁瘦吼，再偏手来，厕所在外面，你那边，哎，不是的，客家话数到5叫做哦，我以为你招扁瘦，肚子痛，厕所在外面，不对啦。哦，哎，刚刚数到5哦，数到5哦，哎，对啊，哦，那来继续了，5、6、7、8、 9、10、10。小朋友谁数到10？他不是我。黄色，什么哈？有没有看到？你在小朋友说你就是穿黄色衣服的。哦，别讲，我乱讲啦。你有色盲，你黄色衣服就是你，你又输掉1000块了。身上还有没有钱 No money。那再见，拜拜。哇！小朋友，都是你们害我的啊！哎，你们叫我赌，哦，完蛋了！我刚刚被老婆打，现在身上又输2000块，我真的不敢回家了。前面有8个庙，我去土地公庙了，住一晚了。运气不好啊！我的，起床喽！哎呀，说不要吵我的，到底是谁呀？哎呀！啊！跪！八公啊！土地公啊！白痴啦！我赌叫输钱，我今天赌博输钱。哦，俺咁赚去，俺迄赚去哦，我本来不娘我迄个阿辉啊，阿发哦，他很凶呢，一动恶呢。哦，俺输2000块，我输2000块。如果回家，我完蛋了，我不敢回家了。顾左一，我借你的庙还住一晚了。运气不好，我要睡觉了。我要睡觉，不要吵我，我要睡个好觉。烧一抹，我醒来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来，土地公客家话跟我念一遍，叫做八公。来，我听见这个阿发他的许愿了，来，我来叫醒他，我要帮他实现愿望。阿花的，阿花，土地公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哈，
哦，他现在在说梦话，我听看看他讲什么。土地公啊，我赌博输钱了，我跟你许愿哈，我发誓哦，我要重新做人，重新周年哈。如果能够让我重新做人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好吃懒做了啦。我听到了。哦，所以我土地公我要帮助他实现愿望。来，我叫他起来。喂，我的起床红虫人。你说不要吵我。谁呀？谁吵我睡觉？我看一下，哎呀，原来是圣诞老公公。不要吵我，现在不是圣诞节，我要睡觉了。吼！小朋友，我是谁？我八公呢，是我圣诞老公公。嘿，我好不容易许愿，他许愿，我要帮他实现愿望。机会来了，他放弃。人家讲呢，马师有奥尼奇，二马自有二人骑。金当来他不理我，那我就变一个他绝对要理我的。一边看来不见，我先出现变。喂，小朋友，你们怕不怕我？不用怕我，我是八公啊！因为他刚刚不理我，所以我现在要吓他。我的起床喽！说不要吵我的，到底是谁呀？鬼！小米鬼！阿焕，出来！鬼！我是八公大头鬼，我是土地公抬头鬼，八公大头鬼，土地公抬头鬼，你是土地公大头鬼，来，我是八公啊，八公。因为我刚刚那样子出来，你说我是圣诞老公公，还有刚刚那本来就是圣诞老公公。好了，我听见你的许愿了。来，小朋友，他刚刚跟我许愿要重新周年。什么叫重新周年？重新做人。我听见你的许愿哦。你如果可以重新做人我可以重新做人，我保证认真达标认真打拼，我听到了，现在机会来了什么机会？你如果可以改正懒惰的缺点，我保证 I promise 你可以有很多好吃的棒棒糖真的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去，我去，但是不要但是，我话还没讲完，不要讲，快点，hurry up，好吧。要去那个地方就要跳蚂蚁舞蚂蚁舞，我只听过骑马舞，没听过蚂蚁舞。来，跟我做动作就对了什么？首先呢要呼口号呼口号，你跟着我一起1、2、3，嘿！1、2、3，嘿！1、2、3嘿！你八公，你也起笑呀！要进去蚂蚁洞就要跟着我做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们可以的话也跟着我来来，大家一起来嘿！
啊嘿嘿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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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左转，一二，趴下，好趴下，好继续哦，啊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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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啊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啊嘿，嘿，等等我啊，啊嘿嘿嘿啊，吼吼吼，嘿嘿嘿，吼吼吼，啊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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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，嘿嘿嘿，吼吼吼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吼吼吼，嘿嘿，到哪里去啊？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到哪里去了？大头鬼土地公，哎，大头鬼土地公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大头鬼土地公，难道我上当了吗？哎呦，哎，前面那不知道什么怪物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怪物呢？哦，他们在干嘛？哎，小朋友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干嘛？哎，奇怪了，哎，又来一个了！哎，对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你离我远点！哎，你莫过来，莫过来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我刚刚呢被他碰一下，哎，头上呢脑袋里面出现3个字：棒棒糖。棒棒糖，嘿嘿，我的棒棒糖，嘿，我的棒棒糖，嘿，我的棒棒糖，我来喽！嘿，我的棒棒糖，我来喽！哇，好大的棒棒糖！哦，又要安泰棒棒糖，哎，俺给我的，哎呦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哎呦喂哦，好吃吗？嘿，对。大头鬼土地公，我都还没有吃到呢。刚刚我告诉你，头头，我看到，我看到怪物了。怪物，来了，怪物，就是他们，哎呦，他，我的棒棒糖，被他们拿走了，大头鬼土地公，你不要叫我大头的土地公啊，八公啊，不管了。你赶快跟我讲，我有意思，这里到底是哪里？你不是说，要重新做人吗？对啊，这下你赶快跟我讲。这里是蚂蚁世界啊，捏狗。你刚刚呢？你通过这个捏狗行啊，我通过蚂蚁洞捏狗行。你应该边捏狗啊，捏狗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现在是捏狗啊，台语叫做高虾，客家话我再说一次，叫做捏狗。高虾，捏狗啊，真的吗？有没有镜子？来，我看一下。镜子。来，哎呦，你照观众干嘛啦？转过来看我啦。我看看我是不是捏？捏，小朋友，我真的变捏狗吗？哦，你可以不抢苗吗？你没不抢苗了，你没有做噩梦了，你不是喜欢吃糖吗？捏狗最会找糖啊！你现在变捏狗变蚂蚁了，你骗人！等我话还没讲完呢。我不相信！真的吗？我变捏狗，我不想变蚂蚁，我不想变捏狗，高呀！啊，蚂蚁这么小，一下就被踩死了。小朋友，我真的变捏狗吗？对，你们这样讲，哦。
前面这什么东西呀、糖果机哦，对哦，哎，里头有东多跟圆筒哎，好多圆圆的棒棒糖哦。哦，哎，这好像是扭蛋机。哎，有没有人10块钱10Q 借我？对啊，我身上没有10块钱，你赶快借我，我投进去呢，哎，分一点给你们吃好不好？有没有10Q 10块钱借我？哎，总而言之，你就不借我了啊？好啊，我真的变捏一个哦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嘿，那唐贡呢？我听说蚂蚁可以举起自己体重好几百倍的东西。好，你的将来你不借我10块钱，我就自己把它举起来，把所有的棒棒糖这眼筒啊全部倒出来，一颗都不分给你们。哎呀，倒出来，出来，倒出来，哎脚，哎，哎呦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呀？蹦蹦虫，哎呦呀，哦，八公，哦，为什么这些棒棒糖都扁扁的？因为蚂蚁看不到3度空间啊，看不到立体的东西。嘿，那为什么我可以看到你？哦，因为现在这是在演戏啊！你演一只捏狗蚂蚁。我不相信！哎，给我跑！哎，阿后啊，哼，小朋友，是我长得太可怕了吗？连你们也觉得我很可怕？阿后，我看我等一下变一棵树好了，我变树了。我话都还没讲完，我先饶你点狗。我先跟你们讲，为什么我要它变捏狗？因为，你们知不知道蚂蚁跟我们人一样啊，是群居动物？蚂蚁它们勤劳，分工合作。蚂蚁世界的教条名言是"我为人人，all for one 人 ，one for all"。哦，我希望阿发做的条件啊，不以变捏工。我希望这个阿发能够了解为什么让它变成蚂蚁啊。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学会蚂蚁的勤劳。你们觉得他有没有办法学会勤劳？我们接着就看下去了。我先去。哦，西瓜，西龟，蚂蚁会吃西瓜吗？哦，又来了，面包，蚂蚁会吃面包吗？哦。我不相信他！哎呦呀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真的变捏狗，我真的变蚂蚁了！捏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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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捏！我这次又撞到什么？小朋友，这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捏拱刀。你们知道吗？来跟我说一遍，捏拱刀。哦，捏拱刀里面有什么呢？来，捏拱刀来了。抵住，里面跑出来了。他们又在头碰头了。奇怪，
捏拱雕就是蚂蚁窝，跑出来好多捏拱。他们去干嘛？来了，我赶快上面看一下，他干嘛？西瓜，西龟。蚂蚁会吃西瓜吗？又来了，面包。蚂蚁会吃面包吗？蛤蟆，蚂蚁会吃蛤蟆吗？西瓜，面包，蛤蟆，捏拱马克鲁森，蚂蚁什么都，又来，我看看这次吃什么？死蜜蜂，西鹏阿妹蚂蚁什么都吃，连死蜜蜂也吃，好可怕！捏拱都抵住什么都有呢。又来了一个，离我远一点啦！我刚刚被他碰一下，头上出现了，脑海中又出现2个字：水晶。说叫我去找水晶，水晶在哪里？水晶在哪里？我找看看，水晶在哪里？水晶，水晶，嚯！谁叫我啊？我在说话。谁？我。嘿，小朋友是不会讲话呢。因为我是八公，我话都还没讲完，你一直跑，告诉你莫忘了你公的穷心周年不要忘了你说的重新做人，好好老捏公学习，认真打拼，认真打拼，改正懒惰的缺点，否则你会永远变蚂蚁，变捏公，冇辛苦什么说我会永远变捏拱？我怎么会永远变捏拱？我才不要变捏拱！喂，又出现了，我知道了。蚂蚁沟通呢，就是头碰头，来，触角碰触角，不讲话，然后我来跟你沟通。笨蛋！小朋友，这只捏拱会讲话嘞，这只蚂蚁会讲话呢。我是土地公派来的，我不讲话怎么教你啊？你要搞俺呀？搞嘛个呀？我要教你怎么样学习蚂蚁的勤劳改正懒惰的缺点。我是冰蚁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大牙齿如果你偷懒，我就用我的尖牙齿跟你嘟咔嚓！赶快！现在我来教你蚂蚁很重要的工作，放牛造牛，捏拱造牛，跟我来走，来看，小朋友捏拱造牛，蚂蚁要放牛，怎么可能？牛在哪里？牛。很多毛，阿妹怪兽哥吉拉，什么怪兽哥吉拉？那个是蚜虫这是我们蚂蚁最喜欢的虫，蚜虫喜欢吸植物的汁液吃饱以后，
就会有好东西分给你哈。我示范给你看，呸！好，我看你怎么示范。来，拿一点树叶呗，看清楚。我现在喂它吃叶子啊，牙齿虫吃叶子，看，它会吃吗？有吃吗，小朋友？越吃越进去呢，真紧有声，简单。好，小朋友，这我会，我也来示范，来，爱小，来，顺便教大家，装牛，客家人放牛叫做装牛，手上会拿一个鞭子，然后要去鞭打牛，我们叫做丢。来，我示范一下，1、2、3，丢，1、2、3，丢，1、2、3，丢，停！不要再给我丢了，不是的，装牛就要丢，要丢牛，要鞭牛，牛才会听话，丢，不要丢了啦，赶快喂它吃，你赶快吃哦。你不吃我就丢，吃，嘟到他嘴巴里面就吃，你看，他还不是吃了？哎呀，多简单，简单，吃，吃完了，接下来，他吃饱以后就会分泌甜的蜜露，哪里？你过来，好，我过去。蜜露在哪里？看清楚，它的食粉屁股。吃饱以后，蚜虫就会从屁股分泌出来甜的蜜露，那不是便便吗？不是便便，是蜜露，那就是蜜露便，猜。蚜虫的蜜露是蚂蚁的重要食物，快什么？嘎什么？来，都市谣教一下都市谣，就是那个巴豆腰肚子饿的意思。你快什么？快去他的屁股吸蜜露，吸完以后再喂我，你叫我去吸屁。看清楚，我宾语的牙齿是为了战斗用，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。你是公鱼公，你赶快去吸了以后，嘴对嘴喂我，我不要，这是你的工作，我不要，快去吸，我不要，快去吸，不要，快不要，哇！完蛋了，红野狗，红火蚁，我们的蜜露，我们的蚜虫被抢走了，哇！怎么办？红火蚁是很会打架，又专门抢人家东西的野狗，干什么？战斗！我用牙齿，你用屁屁可以战斗。我是宾语，我用牙齿打，你是公语，你有那个你的屁股可以分泌乙酸，你分泌出来乙酸，把它毒死，有啊！
如果我打不赢怎么办？你就装死啊，装死啊！哎呦，你不要过来哦！我有屁屁酸哦。不要过来哦。不要过来哦。看我的屁屁酸呀！哎，小朋友，不要光笑啊！哎，帮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倒下去啊？有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你怎么没有照剧本写啊？哎，剧本写的你要倒下去呢。再来一次，看我的屁屁酸呀！哎，不要笑啊！这次赶快帮我看一下，这次倒下去了吧？没有吗？这，我看一下。快跑啊！嘿！你不要吵我，我现在死掉了。那些的，说不要吵我。哎，小朋友跟他。哎，快跑啊！哎，我要跑！打不赢！他说要装死。小朋友，我现在死掉了，我已经死那个哦。我在假死哦，我在装死哦，不要吵我，谁来都不要吵我，我死那个，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，哎呦喂，我死掉了，装死。你不要吵我，我现在死掉了，那些的，说不要吵我，小朋友跟他说，那些的，我死掉了，说不要吵我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已经死了，哎 ，rabbit， 小朋友。你听得懂吗 ？Rabbit， 哎呀，你讲到蚂蚁窝里面竟然有 rabbit 小白兔哎，奇怪哦，这是红火蚁欺负我啊！你那个小白兔也欺负我，还吵我，我现在死掉了！你吵我看我的旋风无影脚呀！打！嘿，这里不是八公庙土地公庙吗？最刚开始我就是在这边碰到那个大头鬼土地公的，奇怪，难道我不抢命做噩梦？这是什么红火蚁，什么冰蚁，什么公蚁，还有什么牙齿虫？
全部不抢嘛，全部都是假的哦，嘿，假的，哇哈哈哈，哦，好，假的最好，我再不要这什么在这个捏狗兜底肚，说什么要嘴对嘴，说什么要去吸屁蜜入啊，恶心。现在呢，我刚刚不抢粮做噩梦，现在我真的要睡觉了，小朋友你们不要吵我。谁来都不要吵我，跟他说呢，我那天塞梦，哎呀，我要睡觉，哎呀，哎，我要睡觉，不要吵我。Rocky, my Rocky, where is my Rocky? 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 Lucky？ 一只可爱白色的 Lucky。哦，前面有一个黑长条啊，很年轻人，拿来搞一摸一下。黑长啊，好长嘞！你有看到我的 Lucky my Lucky？ 哎呀，小朋友，你们谁啊？你们吵我吗？谁吵我的？说我在睡觉，我看一下，哎呀，阿伯啊，要叫我哥哥啊，现在啦，阿伯哥哥，我在睡觉，你莫吵我。后上条啊，你重要的事情问你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 Lucky？ 什么 Lucky 啊？一只白色很可爱的 Lucky。什么 Lucky 啊？小朋友，你没有看见我的 Lucky？ 我只问他，他不理我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有看见我的 Lucky， 你跟我讲哦。我会报答你哦，我有钱人啊，懂有钱哦，莫看啊！什么？你要报答我？到底什么事？我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白兔，叫做 Lucky， 它不见了啊 ！Lucky 不见了？对啊，我有钱人，你如果找到我会给你很多钱。阿伯。不要叫阿伯，要叫哥哥。阿伯哥哥不是啦。你有没有看见我的 Lucky？ 我告诉你，你随便取名字取错了啦。我的 Lucky 取错名字了。你的 Lucky 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我告诉你，你把它取名叫 Lucky， 所以 Lucky。取名叫 Lucky， 所以 Lucky。小朋友，你们听得懂吗 ？Lucky 它就是幸运，而 Lucky 就是不见。我的 Lucky 啊，台语 Lucky 啦。所以你知道我的 Lucky 啊？你说找到了这个重有少？我有钱人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哀笑他真的很有钱呢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刚刚说我如果找到 Lucky， 就是刚刚我踢的那只小白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踢的什么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踢。来，我来骗他哈。这小朋友，我假装我找到兔子来，他就要给我很多钱。阿伯叫哥哥了，阿伯哥哥，你看我长得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看一看你真的长得跟别人不一样。当然咯，你长得好像天线宝宝。你头上那2只天线宝宝，什么天线宝宝？天线宝宝，你听清楚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什么名？马根名？我叫做何比赛。怎么有人取那么难听的名字？我拍天。小朋友，他说他叫做欧比赛。
小朋友，你们听得懂哦？来，哎，你老人家吼，你这些磨牙齿讲话呢，老冯，来，一则诗听我讲，来一个字一个字来，哦，听清楚哦，好，啊好，啊好，啊屁，啊屁，啊塞，啊塞，好难听哦，比赛，猜。来，客家话和客家话好方啊，好人啊，我讲好，来，这不会错。哎，阿夫，阿呼，阿屁，阿屁，阿死，阿屎。哦，怎么有人取那么难听的名字？台语、客家话都是大变态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好来。哎，我帮你找那个 Lucky， 你说找的，我重有赏。好来，哎，要找 Lucky 就要跳蚂蚁舞。好，蚂蚁舞跳舞。我现在哪有什么心情？没心情跳舞啦。来了，哎，小朋友来教他了。啊嘿，哦，要跟着我一起嘿啊！小朋友来教他了。啊嘿，啊嘿，啊嘿，你要嘿啊嘿，啊嘿，啊嘿。啊嘿，啊哈哈，吼，啊嘿，啊吼，啊嘿，啊吼，到什么？哎 ，Lucky 出现了！哎呀，哦，真正听到 My Lucky， 哦，My Lucky， 哎，记得改名字哦，否则又会再 Lucky 哦。哎，赞，你找到我的 Lucky 了。哎，你说要重有奖，我给你很多钱，顺便来盘走哈。你们办到，哎，我办桌请你来吃东西，再给你很多钱。我最喜欢棒棒糖，没有问题哦。哎，对我来，跟我来哦，赞。两旁输哎台湾中华自现张黑呀，想不到一个台蛋飞出，哎呀，台蛋飞出，竟然睇有一多起爱嘅黄烟，爱嘅干烟失路，自古人言一嘅好，干不敌烟啊！日本上是啲爱干烟失落，穷将爱干面头落，哎呀！也都代表以后死后呢，我了。骑兵探营，相传外面又出现了一位忽必烈先生，天生异能，唐公已做得清出任何不见的物品啊！好。它可以炒出任何失落的物品。大人，你的官印失落，不如相请忽必烈先生来找出这个官印，必定万无一失。哎，好了，本官命你请出忽必烈先生，3日地度切对要请出我的官印。3日地度秦末观音，含忽必烈先生提头来见退堂。
虎皮是欣赏啊，饶命饶命，996无求你的要求，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样啊？这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人家说什么老。小朋友，你们听得懂我现在是哭还是笑吗？你无侦查，爱提叫我伫咧哭，我在哭，完蛋了。人家讲坏路莫行，歹路唔通行，完蛋了。我想起来，小朋友，我真的不是不巧妙，这个不是做噩梦啊！我真紧对那个野公雕走出来，我真的从那个蚂蚁世界逃出来的我头上长这2只，人家说我是天线宝宝，我说我是通天带仙的虎皮石，我靠这个骗吃骗喝我骗人家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出来，因为我头上有这2只，想说呢聪明赚钱用头壳探急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夜路走多了碰到鬼，拄到鬼，这次真的鬼出现了，完蛋了！我这个通天大仙的名声传出去，结果这个太人啊，一个王印这个大人啊，官爷啊，他的王印被偷走。你们知道王印吗？就以前做官的人呢，会有一个很大的印章，那个印章呢，有那个印章就代表他的权利，结果被偷走了，叫我找出来，我哪知道谁偷走了？他叫我去把那个不见得被偷走的王印找出来，如果没有找到，就叫我砍头。老啊，剁头！我要被砍头，你们还在笑？砍头会痛呢，砍头会死翘翘呢，会死人呢，马天烧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这棒棒糖，棒棒糖还没失嘿。俺都死翘翘，死翘翘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叫做左边要死，右边也要死，完蛋了！现在我左右都要死，死定了啦！虎皮是欣赏啊，饶命饶命，996无求你的要求，哎，你们两个怎么样啊？这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人家说什么饶命救你们啊？你们讲什么？虎皮氏先生啊，你刚刚说呢，左边要死，右边要死，左右都要死，死定了啦！没错啊，我死定了啦。你们两个是谁？我们是这个大人身边的左右护卫啦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大人的官印就是我们2个偷走的啊！你们2个偷走大人的官印？对啊，虎皮氏先生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是在暗示我们啊，我们左右护卫如果不交出来，我们左边要死，右边也要死。左右都要死，死定了啦！你不是暗示我们赶快交出来，要不然就要把我们砍头吗？按后面呢，小朋友，我完全不知道，这个要讲小声一点哦。这个虽然我因为麦克风的关系声音很大，可是呢，假装他们听不到这个。我完全不知道他们2个偷走网印官印，结果他们2个人自己说偷走了。然后呢，我刚刚讲左边要死，右边要死，他以为我说他们2个都要死。对啊，你不是说不交出来2个都要死？赶快交出来小朋友，我现在要吓他们的我专门骗人的，这个你不要学这个你们也学不来你们2个给我停着，
我不先生，你怎么变外国人了？赶快把你们的官印交出来，要不然我就叫大人给你们砍头！完蛋了，他要给我们砍头了！赶快把官印交出来！哦，给，赶紧的哟，赶快去拿出来哟！嘿嘿嘿嘿，哦，哎，小朋友，我告诉你了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八公土地公先生呢，他讲的都是骗人的，说什么要认真打拼，要什么重新做人哦，不要懒惰啦，不要骗人啦，哦，否则我会永远编捏拱。你看，我现在哪有编捏拱？我随便骗人，我都可以赚到很多钱，而且啊，哦，我连那个大人的左右护卫都骗到了哦。现在呢，赞哦！我现在呢，我发了，嘿，谁说不可以骗人？谁说永远编捏拱？喂呦！突然跑出来一个怪叔叔，什么怪叔叔？我是天上玉皇大帝派来通知你哈，天后有凤太低，没错，天上的玉皇大帝认为你神机妙算，法术高强，要招你上天做神仙哈。有凤太低要喊爱上天做仙。我唔就要做仙哈，因为我神机妙算，法术高强，没错。现在王爷正在打造一个通天梯，在这当中呢，会举办杂耍表演，表演结束，你看完以后就可以爬通天梯，你就变神仙哦！赞！嘿，好，嘿，我要看杂耍表演，在哪里啊？嘿，等一下，我要做神仙，跟我来！赞啦！来！哦，来！为了庆祝这个大人找到官印，我们要来举办杂耍表演哦，挥袖！看我的！哇哦！掌声鼓励哦！接下来猴子警动。接下来更棒的演出，绝对你们没看过。嘿！由我超人来表演流星锤。有哗！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接下来由我抖威尼仙女来表演八角金，掌声鼓励。
来，哎呀，哦，接下来我们来表演，一个弄盘呢，哼，抓盘子，哦，叫我老大出来，哎，哼，哎，老大，叫，哦，要盘的打起来，没问题，看我的，哎呀！呀！哦，掌声鼓励！呀！走起来！哦，站！来，还有，哎，快点，那个牛肉面，老王牛肉面的挖工啊，把这挖工打起来后，刚刚掌声稀稀疏疏，保证打起来掌声热烈。爱魔法兔你自己打开。我，我们老大跑掉了，难怪人家说老大屁股大，开，你自己打，我，小朋友我打，那我打起来，你们给我掌声鼓励哦，来，我去拿我的嘎啦 boss，冇可能啊！来，好，按太极，这大鸡，打，来，我打起来，保证掌声比你热烈。来啊！哎呦，转，我转，站不可以。哦，真紧站起来！我会转，不会收，赶快跟我收。哎呦呀！好，一定还要退。他说还有，不是没有了，怎么会还有？奇怪，还有吗？个？来，这得，这个就是以前阿嬷洗脸的冰烫，好，你烫，洗面桶，有法兔你去给打，小朋友，我要不要打？那你们的掌声要比刚刚还热烈哦！快点！来，他就还没打，你们的掌声，打起来再来掌声哦！来，你看，打，我打，打，不是这样打哦，我也这样打，谁都会打，打到天上去哦！你不早讲哦，爱打，来打，我看看，很危险啊！啊，我看看，很危险！好，我再看看，哎，你这样小朋友会学哦。小朋友不要学我，我是为他的安全呐。等我一下嘛，很危险的啊！你到楼上去，好，我这吊当红衣，看你怎么打。
打，快点打哦，我再打，打起来哦。这个很重，重虫，哎呦喂，还没，赶快转！转，我不知道，小朋友你们小心哦，搞不好会掉下去哦。快转！啊！真紧打起来，好厉害哦！一样会打不会收，你要跟我说哎，我跑！哎，等我！啊，咦，杂耍表演好看吗？告诉你，接下来的更好看。沙哈罗的紧甲好看啊！周贤，我要最先啊，较紧的，夹。好，通天梯在哪里？在前面。通天梯哦，来哟！拔腿哟！来，小朋友最后面我要周贤，我要当神仙的啊！全天下只有骗人的我才可以当神仙啊！你们学也学不来，拜拜，北上嚟，哎呦，来拔，前面那个不是大头鬼地公吗？我我堂儿的话，您真大兵穷心周您。哎呦，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宾语哦。我是宾语，也是八公土地公。现在你骗人，我要把你变蚂蚁，变野公。不要！云烟腾野公都变蚂蚁，不要来吧！哎呦，你骗人！破坏了你的诺言，所以你要云烟腾野公都。蚂蚁窝里面变野狗啊！我不要变蚂蚁啊！